我捅個波仔噶嘛，係咪？嗰一次個心唔舒服咁睇醫生啦，一笑，一個人嘅心臟咧有3條好重要嘅血管嘅，平時啲人咧塞咗1條，可能塞咗6成，咁啊要通波仔噶啦。我3條血管有2條塞咗9成，剩翻嗰1條塞晒，哇！衰到咁樣 ，OK？ 好啦，咁我做手術啦，咁啊，我第一時間打俾個 agent，佢幫我安排晒所有嘢 ，OK？ 到我瞓喺個病床嘅時候，我就感覺到我過去每一個月供嗰啲嘅錢，嗰少少錢係超值。2次手術加埋接近60萬埋單，哇！梗係啦，梗係啲貴嘅醫院，梗係住啲靚嘅房啦，係咪？60萬埋單，我1蚊都唔使俾，保險公司幫我俾。最癲嘅係咩咧？最癲嘅係我嘅 agent 同我講 Bob 啊，你呢一個嘅情況咧，可以有機會 claim 到危疾。我話唔係啊嘛，係啊，幫你試下，好啊。然之後隔咗冇耐，佢同我講 Bob 搞掂咗啦，幫你 claim 到啦。你估下賠，即係你估下賠咗幾多錢？賠到個錢係足夠我喺長沙灣富庇去買一個300零尺嘅單位嚟收租。哇，正到啊！即係嗱，我知道嘅，我知道身邊一定有啲人係唔買保險，佢哋覺得冇興趣。即係我唔明白點解買保險係要講興趣先㗎啦？即係冇興趣買保險，咩邏輯咩理論啊？梗係冇興趣住醫院㗎。咁但係一有事嘅話，第一時間諗嘅就係講緊你要瞓醫院嗰啲錢點啊？有啲人你唔買，聽住，可能而家。即係而家聽緊我講嘢嘅朋友，你唔買嘅唔緊要 ，OK？ 呢個係你自己嘅個人選擇，但係你唔好叫你身邊嘅人買啊！你唔好咁樣做啊！有一日佢有啲咩事入醫院，嗰張單係咪你買啊？一唔覺意走埋，佢啲屋企人點啊？係咪你養啊？係咪你養啊？如果唔係嘅話，你唔好亂咁講啊！保險。你有啲人話，我唔需要買，梗係唔需要買啦。我問下大家，保險係冇需要嘅時候買，有需要嘅時候攞嚟用，到你好想買，好有需要買嘅時候咧，對唔住啊，你想買，你都買唔到噶啦。哇，爭啲講粗口，激動得滯。呢個係我想話俾大家知嘅。亦都我好希望你將呢一個片段話俾你嘅朋友、你嘅客戶知。